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这阵天气还阁真热，不过对这块来讲，秋天已经准备开始啊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。立秋汉字写作立秋，罗马字写作罗一立。此忧秋，立第8条，秋第1条。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，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，特别开始的意思。立秋了后，若有落雨，天气就会变较凉、较爽快。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，是安怎生的我算啥物拢遮准？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积农作物收成的经验，我就甲学起来啊。像讲立秋前一日，农夫不用力，就是咧讲立秋迄天，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，农事万项会顺利。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霜冬，也就是第2期的稻作。收成就会较歹，所以才会讲雷拍秋，冬半收。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预测海冬收成的情形。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，7月秋秋后游，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，讨海人就讨较无食，快溜溜就是希望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。哎呦，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好啦好啦。若立秋伫7月，天气会较稳定，海冬就会有好收成，会大收。秋后游就是希望收入会较好的意思。若要讲好食、好佚佗的，立秋是灵应到适的季节，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。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，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，真正有够水。立秋，立秋前一日，农夫不用力，雷拍秋，冬半收。6月秋快溜溜，7月秋秋后游。立秋食灵应，赏花好心情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